美股四大指數初五收盤是落真濟，造成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機會一天就落超過3000點。市場有估這初8拜一台股開盤是可能會青損損。專家表示講，尾盤有可能會收佇咧43000點左右。不過，若只是過一日盤真慘，安尼國安基金嘛無一定會出手護盤。股市投資人敢會受到史上上惡劣的烏色禮拜一，受到美國四大指數拜五收盤重盤，費半指數盤超過10%，拖累台指期夜盤單日大盤3006點，盤6.65%。這個因素恐驚攏互初八台股開盤青損損，43000點的過線也可能失守。它一開盤先反映美股下跌的這樣的一個情況，跟期指下跌的這樣的一個點數來看的話，可能最差就假跌破月線，然後留下一個500到1000點的一個下影線之後，尾盤應該是收在月線上下附近。專家分析，初八台股可能出現3種走勢。那台指期完全反映加權指數可能盤3000點，來到42220點。那以台積電的 ADR 盤6.69%來量算，加權指數恐驚盤1264點，盤到43806點。最後是以富台指盤2.25%來量算，加權指數會盤1000點，落在44055點。換算落來，台股加權指數平均盤點大約是1761點。專家預測，初八台股尾盤可能會收佇月線43000點左右的附近。不過這只是調降唔看規矩，屬於經濟正常回動。刷落來，美國聯準會預計第10次開會，這是真正股市落地時間可驗度化，敢是會當維持穩定。如果是做台指期，或者是做個股期貨的投資人的話，那可能你就要準備兩個動作，一個呢就是呢準備斷頭。就是停損出掉，如果捨不得賣的話，可能就要再準備保證金。市場關注，萬一拜一台股真正出現大崩山，國安基金敢是會進場？專家認為，那只是單日落盤，國安基金無一定進場。要不過，真正動用國安基金，顯示情況不妙，投資人都要小心注意投資風險。記者綜合報道。